议会定期会最后一天变更议程，要新经发局甲农业局的预算。不过，议员蔡辉则针对农产文销公司甲肉品市场的绩效奖金提出质疑。根据了解，果菜市场编制41位，实请38位，中出来3位人事费用。议员强烈质疑变成绩效奖金的不合理，要求修正预算的编列方式。编41个，结果请3个人来当作绩效奖金，这个问题凸显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公市政府投资这肉品市场和果菜市场和过去大家拢放任放纵，无咧重视伊的财务报表，所以拢互市场行使的人事权，这样咱敢若讲哦无专业的，或是依法令因准会使，可是安尼敢合理啦？哦。编预算的时阵，这本破案的编的方式，规10张拢无修正，拢安尼编。所以肉品市场、果菜市场，这已经是真严重。简单讲哦，拢市场伊要用人，安尼敢合理啦？农产公司它的法定员额是41个人，那公司为了遵节开支，目前聘用38个人。那在年中，因为绩效相当的良好，所以有3个人的薪水用到我们那个员工的绩效奖金，那这依照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，是符合中央法规的相关规定。农产文销公司的绩效奖金除了受议员质疑，另外当干事名单半数拢是市府一级主管，虽然是市长担任董事长的人事权，不过其中干事包括资格处长、经发局长、财税局长加法制处长等人。敢有实质监督，上午嘛被通知到场，变成另类的质询。台湾新闻郭文吉、林银庚采访报道。